雅各書第3章。我的弟兄們，不要多人作師傅，因為曉得我們要受更重的判斷。原來我們在許多事上都有過失。若有人在話語上沒有過失，他就是完全人，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。我們若把嚼環放在馬嘴裏，叫他順服，就能調動他的全身。看哪，船隻雖然甚大，又被大風吹逼，只用小小的舵，就隨着掌舵的意思轉動。這樣，舌頭在百體裏也是最小的，卻能說大話。看哪，最小的火，能點着最大的樹林。舌頭就是火，在我們百體中，舌頭是個罪惡的世界，能污穢全身，也能把生命的輪子點起來，並且是從地獄裏點着的。各類的走獸、飛禽、昆蟲、水族，本來都可以制服，也已經被人制服了，唯獨舌頭沒有人能制服，是不止息的惡物，滿了害死人的毒氣。我們用舌頭頌讚那為主為父的，又用舌頭咒詛那照着神形象被造的人。頌讚和咒詛從一個口裏出來，我的弟兄們，這是不應當的。泉源從一個眼裏能發出甜苦兩樣的水麼？我的弟兄們，無花果樹能生橄欖麼？葡萄樹能結無花果麼？鹹水裏也不能發出甜水來。你們中間誰是有智慧有見識的呢？他就當在智慧的溫柔上顯出他的善行來。你們心裏若懷着苦毒的嫉妒和紛爭，就不可自誇，也不可說謊話抵擋真道。這樣的智慧不是從上頭來的，乃是屬地的，屬情慾的，屬鬼魔的。在何處有嫉妒紛爭，就在何處有擾亂和各樣的壞事。唯獨從上頭來的智慧，先是清潔，後是和平，溫良柔順，滿有憐憫，多結善果，沒有偏見，沒有假冒，並且使人和平的，是用和平所栽種的義果。